接着咱来看有关选举的消息。今仔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举办台北市长候选人劳动政见的发表会，邀请候选人讲出因对劳动政策的主张。黄珊珊讲，要让劳工会当参与决定劳动局长的过程。因那蒋万安甲陈时中时话讲，要解决外送平台劳资还有消费的争议。 台北市长上来做劳动政见，先来讲30日报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甲环保局工会邀请目前民调3卡都的市长候选人发表劳动政见，就算讲雨落真大，现场也是有几来千个劳工徛出来监督候选人的政见。劳工当家作主，劳工当家作主，市政斗争监督，市政斗争监督。 工会提出真侪诉求，包括加强头家的劳动教育、补充市府的人力需求、修正劳工权益基金资治条例、提升基层清洁队员的福祉等等。除了这些诉求，各候选人嘛提出因家己特别的政见。有党籍黄珊珊话讲，要让劳工参与决定劳动局长的过程。我来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对于劳工局长，我会跟大家商量，我也会经过各种的协商。 我们采取一个遴选的制度，选出一个最适任的劳动局长，好吗？国民党蒋万安甲民进党陈时中是拢点出外送平台劳资甲消费争议的问题，希望加强业者、店头、消费者甲外送员的协商机制。我会促进平台、外送员、店家以及消费者协商，而且契约对当事人要充分的揭露、公开透明。 健全外送市场定价的功能，保障外送员的权益。政府要出来协调，让它合理化来，让它的一个价格或它合约要透明化来，让它计价方式让大家都能够了解，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外送的制度，才能在社会里面做得越来越好。 3个候选人拢伫台顶签承诺书，工会表示会用这个承诺书的内容监督未来市长的施政。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